看选举新闻，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阵营最近拢咧指控讲，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因的家族计划性伫买新北市新庄精华地段的土地，并且列出呢边仔一日别的土地，才来办理都市变更更新的申请。这个质疑侯友宜咧擦地皮，针对这点，侯友宜表示讲，这只是一间旧厝，内底嘛无大人，伊本身嘛唔捌住过，伊强调讲，这甲都更无关系，批评绿营，也就是民进党讲。 这条谣言假我哦。红砖仔厝和后壁看起来叶叶的建筑，就是侯友宜家族伫咧新庄的土地。不过，即马互绿营怀疑，是毋是因为都更的利益，才有计划来收购这的地段？新庄区的复兴段，在此时此刻。 就有3家不同的建商有对于这个土地来申请，在我们新北市的都更处要来申请，要来做这个都更使用。这跟侯友宜说的不一样，狠狠的打脸侯友宜。这里极具都更价值。虽然侯友宜办公室表示买地时阵根本就无都更案，不过绿营所提供的资讯，侯友宜伫咧复兴段253、254地段迄边有一块南山的地，互建商买走，而且周围有3地户拢伫咧进行都更案。绿营嘛怀疑新北市负责公告的放宽容积是咧替侯友宜做拍算。一个老旧破旧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压在人家的土地上面，那些畸零地你要尽责任嘛。 所以我也是合法缴税，也是合法的在买这个畸零地，希望把土地完整，跟都更完全没关系。现在那里完全没有在做都更啊，大家不要再抹黑了。 另外，市府嘛强调，253、254的土地无符合新北市都更单元的划定基准，也毋是划定公告的地区，无都更就袂有量值调整的问题。不过，绿营继续拍，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嘛讲，侯友宜捌倒税，要求伊爱道歉，若无就会提告。 呼吁侯友宜哦，像条汉子，直球对决。有证据就拿出来嘛！我们一生问心无愧，请高嘉瑜，请民进党这些人不要再造假。空中对呛选战愈来愈晚，哪里双方想拢无牛想。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